內欄第6係彩虹七色啊，再中檔呢，仲有勤德區備，外邊位置係牛精豪情啊，後邊嘅馬不先有金風萬里着燈嗰啲，最後直路前面呢，就黃金合鬥緊呢隻飛輪霸，見到中間呢，有海南寶追啦，中檔位置上仲有彩虹七色啦，埋邊捐位呢，仲有隻有形量啊，再後多層隻金風萬里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飛輪霸依然係佔半個身位喎，外邊呢，彩虹七色追緊，中間位置有形量上緊，外邊上緊嚟仲有隻着燈，接近終點有形量一出即勝啊！跑第2名埋邊飛輪霸，第3名嘅馬都好近㗎，外邊冚上嚟係着燈，中間彩虹七色要影相啊！結果啲初出馬嘅表現都幾好喎，呢隻粉紅衫有形量一出即勝啊！埋邊呢就飛輪霸，第3名近㗎，外邊着燈，中間彩虹七色需要影相。咁彭志啊，近排經常揾阿黃志宏搏殺啦，呢隻有形量啊初出即勝啦。第2名嘅飛輪霸，第3啊好近啊，睇下大熱門彩虹七色咧，定係留後追嘅着燈啊？合落去啊，好似係彩虹七色嘅。似係。如果係就華將3。